先啊，继续来看这个南投鹿谷小半天休闲农业区来举办着一日食农教育的行程。这个台北市中正社区大学来到鹿谷的野菜园，体验着做田人的辛苦，嘛了解到用有机肥甲化学肥来种的青菜有啥物无同。 鹿谷小半天休闲农业区举办一日食农教育的行程，带一群自台北市中正社区大学的学生体验做田人的辛苦，嘛熟悉各种有机青菜。因买的菜色水甲咱种的色水是咱无同的差异哦。啊，希望有受过这个教育农园吼啊，大家介绍了后吼，会对咱的蔬菜的更加了解。因为这摆的体验，让大家知影做田人的辛苦，要种菜真无简单。 老师嘛向大家分享，看到有虫的菜代表无喷农药，若是菜生了愈水，代表农药喷甲愈重。他们感受到了农人的辛苦，所以说我想这是最好的食农教育。大家都很认真在写，才知道讲这个农作物是怎么生产出来啊。每次买菜都是要挑很漂亮的，啊，其实就是有一点虫吃比较安全。 上尾啊，老师嘛，互大家炸一粒牛奶白菜等去种，体验农村生活。伫即摆活动当中，大家拢得到真侪农村回忆。